后来，这个台市警察因为精神有障碍，所以判无罪，以50万来交保。检察官讲，这法官忽视其他的证据，敢若以精神鉴定的报告就来判无罪，伊嘛无法度接受，下个来提起着上诉。这检察官嘛真担心，这个一审判无罪，搁冲来交保，人放出去了后，这病若搁压起来，搁伤害民众，是要安怎才好呢？嘛真拄好，这嫌犯的家属总无钱，所以人搁押转去继续关。无法接受法院一审无罪判决死者李成汉的老爸老母，伊的目屎是唔甘嘛是生气。嘉义地法院一审宣判，姓郑嫌犯因为患有思觉失调症，鉴定伊行为当时是急性发病状态，判决无罪，必须到精神病院监护5年，会使50万块交保。检方无同意，会提出上诉。收到判决书之后，那我们就火速研提上诉理由，那不法行为判无罪。那这个部分我们一一加以驳斥提出因为小灯泡案件那个法院也是判无期徒刑我们希望说法院能够参照小灯泡这个案子来判。若是入监服刑人轻症的精神患者，会使减刑。入监服刑裁定刑期了后，监护处分严重急症发作的受刑人，男女会分别送到无同款的所在去治疗。监护届满了后，通知家属领回，通报卫生单位列管安排访视。免入监服刑人因为心神丧失不发，有再犯危害安全的顾虑，法院裁定监护处分上长是5年，进入地检署签约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时间到才会使离开。那抗告部分因为是急件，所以我本月一早已经把抗告状跟全卷已经送到台南高分院，当台南高分院来处理。检方认为一审已经判无罪，又搁会使交保，若是真正有坑到钱，人放出去了后，真有可能就出现空窗期。这段空窗期要怎有效的防止犯罪，只有法官才有这个权力，敢要做监控的裁定。